光學生成模型，實現超低能耗 AI 規模化部署，徹底解決大規模模型訓練嘅電力需求。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發現，每日使用40赫茲聲光刺激，可能協助阿茲海默症患者維持穩定大腦功能，為失智症患者帶嚟非藥物治療嘅新希望。美光科技宣布斥資96億美元喺日本廣島建設 HBM 晶片廠，專門生產 AI 所需嘅高頻寬記憶體，預計2028年開始出貨。Elon Musk 將 X 平台信任與安全工程團隊裁減90%至不足10人，俾旗下 Grok AI 全面接管推薦演算法、內容審核及工程系統，標誌住科技巨頭以 AI 徹底取代人力嘅里程碑。AI 購物工具驅動黑色星期五線上消費創紀錄，美國消費者透過 AI 比價取得折扣，單日支出達118億美元，年增9.1%。